我會中意佢喺下邊做觀眾，睇住佢喺上邊嗰個表演嗰個感覺。回望成魔之路，因澤權背後的偉大魔法，由寂寂無名到闖出一片天，唔難想象佢嘅成魔之路滿布荊棘㗎。佢係自己去抄黃頁啲公司嗰啲地址，佢就全部咧就send 嗰啲自己自薦嗰啲信俾嗰啲公司。嗰陣時係一日幾十至幾百封咁樣，係不斷每一日寄出去。父母早年離異，屋企得媽媽同妹妹。做阿哥嘅大學畢業之後，唔係搏命揾錢噃，而係想做全職魔術師。做阿媽唔擔心就假啦。咁講真，一定有反對㗎啦。但係反對佢見到我嗰個堅持嘅心喺度，佢由反對慢慢轉咗做支持我嘅時候，會令到呢個係一個推動力嚟。要成功，醞釀嘅階段相當難捱。試過一個月得2-3千蚊，魔術道具又貴，仲要魔術本身就已經係一件非常難嘅事啦。因為佢應該係練習佢嗰個白鴿嗰個變咗煙火嗰個魔術嘅，又將屋企嗰個天花板咧焫燶咗、燒燶咗。唔係啊，點解搞到咁啊咁樣？咁但係我其實當時我都又唔會覺得好嬲去鬧佢咁啊，但係我真係都擔心佢係驚，即係嘅煙火嗰啲會焫到自己啊。由婚宴到細路仔生日會嘅 job 通殺，工作越嚟越多。2010年自將去歐洲參加國際賽，成為事業嘅轉捩點。佢報喜先喎，即係我攞到啦，我攞到第1名啊咁。同年再去美國參加國際賽事，發燒，咁然之後又山長水遠去到，然之後又因為我要變白鴿，我又借唔到，又唔俾我玩火。但結果又第一個冠軍吧。之後橫掃魔術界奧斯卡梅林獎，甚至打破埋健力士紀錄。到近期主持電視節目，嚟緊又有新一輪世界巡迴演出，但偏偏又遇上風波啊！背面魔術被穿崩，無疑對魔術師係一個大危機嚟㗎。唔可以逃避咯，咁你有啲問題出現咗，你要去迅速地去回應翻佢，主動去面對佢咯。勇敢嘅背後，除咗有一班 fans 嘅支持，最重要係媽咪點都會支持你嘅，最緊要你開心嘅啫。由一腳踢變成今日嘅8人團隊，回顧成魔之路，因澤權話：做行一條少人啲行嘅路，雖然可能比較難行啲，冇一個模式去 follow， 咁但係你成功嘅機會咧，相對地可能會大啲嘅喎。命運自主就係呢個意思咧。